他是个白骨精，他让你找的3颗痣的那个人，他就是转世孙悟空，你知道吗？男人最怕绿帽子。假如铁扇公主这个女人红杏出墙来，到时候谁还会站在她那边？都会站在你那边替你撑腰啦。如果你能帮我保住家产，并且成功离婚，我就帮你绑架唐僧。是不是名花有主，也不是你说了算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？小姐且慢。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早已自报家门，一介闲散游民，喜好酿酒。姑娘，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还需要什么身份？为何是对我咄咄逼人呢？放开我！我没有误解，你这臭男人！没想到姑娘，你好软呐！不是，我是说呀，姑娘你一定对我有误解，我也不想申辩了。这些芭蕉林呢，就是我砍的。我希望小姐你能原谅我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敢问姑娘，你是哪位府上的千金呢？这样好不好，姑娘？你看啊，我呢酿几坛芭蕉酒送给乡亲们，再顺便酿几坛芭蕉酒送给小姐您。在此期间呢，我替小姐把这个芭蕉林照理好。不知道小姐您到底爱不爱喝酒啊？我酿的芭蕉酒可是酒中极品哦。哼，是不是极品，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给我一个机会吧。等我酿完之后，你喝过之后再做评价嘛。好，你把我芭蕉林养好，等你酒酿成时，我来喝。好，爽快！姑娘果然通情达理，又有生活情趣呀。可惜呀，我不能在此长留。总之啊，姑娘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把芭蕉林打理好。到时候等酒酿成了，我再邀请姑娘来林中共同赏月饮芭蕉。我倒要看你能酿出什么酒来。倒是我这芭蕉林，如果不修复的话，你这酒也别想让镇上人喝上了。OK， 我们一言为定。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，不对也对。突然又觉得那不对呀，那就不对，对也不对。如果这宝物是想要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呐！你也是不是没有说你就要旋风蝴蝶腿打你，是不是？下马劲儿啊！天上一只猴，地上一头牛，是猴打了牛，还是牛撞猴？天上那只猴，地上那头牛，是猴打了牛，还是牛撞猴？如果你觉得你很牛啊，你就很牛，不牛也牛。如果你觉得你不牛啊，那就别说，一点不错。天上一只猴，地上一头牛，是猴打了牛，还是牛撞猴？天上那只猴，很像那头牛，是猴打了牛，还是牛撞猴？送给你，不要太爱我。油嘴滑舌。开玩笑的。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你看，我砍了你的芭蕉林，你非但没有生气，还把芭蕉林借给我酿酒，这说明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姑娘啊！所以我当然要奖励你啊！住嘴！叫谁小姑娘呢？叫的就是你啊！你这么嫩，难道叫你小 baby 呀？哼，臭男人，嘴里一句正经话都没有。哎呀，失敬啊！刚才在下呢略显轻狂。其实我只想赞美小姐，本来不想搞那么严肃，所以想调侃两下。没想到，看来这种效果不好，你不太喜欢啊。其实我想说的很简单，小姐你外表冰冷，其实内心火热。你之前说过，要为镇上的乡亲做2件事，酿酒是第1件事，那另外1件呢？问得非常好。
另一件事才是关键。什么事？见你。哦，见我？你不是不认识我吗？哎，堂堂铁扇公主谁不认识？说不认识那都是装的。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来算笔账的，绝无恶意。算什么账？怎么个算法？要不然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哪里？既然都到这里了，你不邀请我到您的府上坐一坐吗？放心，我堂堂齐天大圣，绝对不会在人家府上做什么坏事的，这样传出去名声也不好。况且你现在一个人，回去家丁众多，你不是更安心吗？你明明知道我是铁扇公主，你考我芭蕉林，借口酿酒来接近我，你到底是什么居心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对你是有居心，但是你千万别紧张啊！我用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一片真心，换你整片芭蕉林，你愿不愿意？什么？跟我走吧！你有病吧？放开我！哎，这什么男人说花言巧语你们就爱听，一说实话你们就不信呢？哼，你刚才说的那些才是花言巧语。你到底什么居心？我问问你啊。那天我在街上被人暴打，你有没有看见啊？你看见了，你还看到我被人骂负心汉，但后来你为什么不问我呢？你明明最恨负心薄幸之人，你为什么不提呢？耍我呀？不是耍你，是心疼你。哼！你以为我是无知少女，这么好骗吗？说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对你一见钟情。我知道你最恨负心薄幸之人，所以那天我是故意被人打，就是为了让你看到，记住我。一派胡言！那你敢说你没有记住我吗？你不敢，你明明就是记住了，但你却不问我，你没有居心吗？说与不说在我，你不要歪曲事实。好，那难道你不想了解我吗？你不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不但不让我揭穿我，反而把芭蕉林借给我酿酒，难道不是为了给我们进一步接触的机会吗？哼，我就是想看看，你明明是个负心汉，居然在我面前装好人，你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？因为我有居心，我对你有所图。好，总算说实话了。我图的就是你。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那样，就是为了今日能够亲口告诉你，如果将来那是我，那就是我的结局。我知道，你最恨负心薄幸之人，最恨见异思迁、拈花惹草之人，但是我不会那样的，我对你一片真心。如果那样，我必将万人唾弃，挨打挨骂，绝不还手。真能编！一见钟情，太盲目了吧？哎，一见钟情是真的呀，而且，你以为我只喜欢你的美色吗？你以为我对你的喜欢是盲目的吗？你根本不了解我。我让人暴打来向你表白，还算不了解我？好，那我告诉你啊，你虽然外表美丽，内心善良，但是你有个致命的缺点，十分令人讨厌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？你居然敢说我讨厌？是啊。整个芭蕉镇的人因为你民不聊生啊！你知道人家每个月平均丢多少头牛、多少头羊吗？你芭蕉扇一挥，潇洒漂亮，但是人家很遭罪啊！你说你烦不烦人，讨不讨厌？哎，没话可说了吧？大胆孙悟空，你是专程来奚落我的吗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真的是喜欢你，喜欢一个人也要告诉他的缺点，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。臭猴子！敢来我府上造次！说到你心里了吧？恼羞成怒了吧？酒我不要了，我才不稀罕呢。酒是我送你的，要不要随你的便。喜欢你也是真的，告诉你有问题是为你好，听不听啊就随你喽。小爷我走了，再见。
最近这蚊子有点泛滥，竟然敢咬我！我靠！你什么时候跑到我房间里了？哎呀，你回来太好了，我正在运功呢。运什么功？我在运功来养护这件法器，已经好了。你看这铜镜，就是个破镜子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这不是随便什么镜子啊，这是个照妖镜。哈哈，照妖啊？照什么鬼啊？说对了，就是照个鬼呀！到时候你拿着照妖镜，去照那个白晶晶和春30娘，一照就知道了。我一直说他们是妖怪，你不相信我。照妖镜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客气了？你觉得我好欺负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傻？这两个女的长这么漂亮，我能分不清她们是人还是妖？你听着，你说的没错。那么漂亮的两个姑娘来这个荒郊野岭干嘛呢？这不合理吗？你自己想一想。因为我笨。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再打你一次？你挺好，我真的是为你好。到时候我们拿上这个镜子去照白晶晶和春30娘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。你照，如果他们不是的话呢，你得过来打我也不迟啊！你那么暴力，我这样做不是自讨苦吃吗？对不对？我不管你说什么，别在我不在房间的时候进我房间，就算我在，你也不能进来。那我不来你房间，我去哪儿啊？我自己又没有房间。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滚蛋！快点！没礼貌。你能走得稳当点吗？蹦得我心烦。晶晶姑娘，你说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恶心。恶心！晶晶姑娘，你竟然说我恶心，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不管你是说我恶心也好，还是开心也好，这都代表你对我是用心的。嘘，有人在暗中盯着我们，这个视线可真让人恶心。一定是在说我喽？哦？帮主，原来人家想跟你说说真心话，谁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不被人打扰啊？不被人打扰，不如我房间怎么样啊？不太好吧？也对，倒也可以啊。是吗？或者去我房间好不好？行啊，现在就去。别着急啊，晚上啊，等你哦。好啊。不能让他们独处，要去报告给主人。进来。你来啦？我来了，晶晶。要不这门我给它关上。讨厌。那开着吧。但风大呀。那就关上吧。不太好吧？开着就开着。师妹，这三更半夜的，跟一个单身男子在这儿还关着门，想干嘛？
我跟帮主想在这聊一聊诗词歌赋，喝杯茶，怎么？姐姐也感兴趣啊？好啊，一起吧。我没想到啊，好茶。姐姐也懂诗词歌赋呢。妹妹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怎么了？哎呦，烫着手了！这个茶实在是太烫了。两位喝杯茶吧。姐姐还真是喜欢破坏这气氛呢。妹妹，你这是哪里的话呀？我看你年纪尚小，怕你受欺负，所以特地来保护你的。我先走了啊。你去哪儿？吹风。都怪你！救命！不听，不听！我看到妖怪了！不听！辅导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看到妖怪，太恐怖了，是我错怪你了，你快出来救我行不行？你终于相信我了是吧？我总算安心了。我太相信你了，现在我再也不会怀疑你的辅导，只要你出来救我，你知道吗？那两个妖怪有多大？这么大，有这么大！我不想，你快救我！别紧张，我都说过我是你的恩人了，我是来救你的。那你快点救我呀！快出来！昨天你没有相信我的话，所以错过了最佳时辰。现在我再重新计划一下。计划个屁呀！计划！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逃命了。至尊宝，怎么了？晶晶姑娘，刚才我的手实在是烫的不行了，有点神志不清。我现在看到你，我有点把持不住啊。晶晶姑娘，天色已晚，我建议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休息。这个葡萄特别酸，你吃完了可能会拉肚子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好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帮主你就早点休息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行，那既然晶晶姑娘已经决定了的话，哎，那帮主，你好吧，那帮主也早点休息了，晚安。晚安。我用我齐天大圣孙悟空对你铁扇公主的一片真心，换你满园芭蕉林，你愿意吗？你最恨负心薄情之人，最恨见异思迁、拈花惹草之人。我做这些，就是为了让你知道，我对你一片真心。他日我若负你，必遭万人唾弃，任打任骂，绝不还手。我喜欢你，
而且并不盲目。喜欢你就要接受你的缺点，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。这2天，外面有什么动静吗？公主，您是指？算了算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等等，明天我要去镇上一趟，你帮我准备一下行装。好的。下去吧。是。买了！开了这么多次大，这次很有可能给小哟。好，来，4、5、6，大爷！谢谢各位了。铁扇公主来了！哎呀，各位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我们就此别过，再见了。老板，记得，你放心吧。来看一看啊，瓷器来，上好的瓷器看看来。来，铁扇公主来了呀！哎，英雄，你不能走啊！你为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的好事，我们还没感激你呢，你不能走啊！英雄。我一定学好你的秘方，酿出好酒，等你回来。什么酒？英雄吩咐了，虽说这是芭蕉酒，但它有名，它叫铁扇香。为何不走？那你为何要来呢？酒我收下了，独饮无趣，正是邀请大圣到府上坐一坐，共饮一杯，以示感谢。你感谢我干嘛呀？感谢你为芭蕉镇乡亲们所做的努力。哦，原来是为了乡亲们呀，那不必了。何况我没有解决乡亲们的困扰啊。现在解决了。我不要一时，你现在只是眼下把风收了呀。乡亲们，把你们的铁桩收起来吧。我铁扇公主日后即便出行，也保证你们芭蕉镇不再狂风四起。哎，这只是你对乡亲们的改善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干嘛要感谢我呢？你还想怎样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对你一见钟情。你知道了我对你的心意，你确定还要邀请我到你的府上共饮一番吗？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。明天我会去府上赴宴，乖乖等我哟。休息一下。移形换影大法，中了移形换影大法不也挺好的吗？再也没有人说你是妖怪了，最多说你是人妖。闭嘴！告诉你，我老孙堂堂齐天大圣啊！大姨妈，这子家什么亲戚吗？没听说过有什么姨妈呀。喂，你有个亲戚要来啊，对付一下。什么亲戚啊？大姨妈。原来你说的是美柚 APP 呀！准备好姨妈巾，手机拿来，我教你看美柚，免得明天真来了又给你吓个大惊小怪。
别人都以为我是铁扇公主，而对我敬畏3分。我偏不，因为他们都是瞎子，他们看不到你温柔善良的一面。刚开始以为你草莽野夫，没想到你还很有侠义之气啊！来，其实我是个骗子，我扮作普通薄情之辈引你注意，用酿酒骗你好感，但都是因为对你一见钟情，所以想引起你的注意，希望你不要怪罪于我。从来也没听说过大圣有什么家世，更不知道大圣有这雅兴去砍人家的芭蕉酿酒，难为你这么大费周章了。但目前看来，这都是值得的。而且，我发现你跟我认识你之前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了。你原来就知道我吗？那当然了，听镇上的居民说呀，你好像是个无夜叉。但是据我观察，你并不是这样的。这帮人真是可笑可笑啊！其实，我本来就知道你是孙悟空了，只是不明你的来意，总觉得你有所企图，但想看看你能骗到几时。可是似乎什么？似乎你做的这些事，又像是真心的，包括对芭蕉镇，还有我。没什么了，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我无非就不想看那些居民误会我，我想让他们知道你真实面目。不过话说呀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为什么总是你一个人闷在家里呀？哇塞，这么好骗啊！不会真的和好了吧？咦，有妇之夫最方便，偶尔过来找你玩呀。我跟东海龙王女儿私交特别好，她跟我说我老公有外遇，后来我就看到我老公喝酒回来，身上沾着都是海蛇精的鳞片。哎呀，好一个臭男人啊！真是不要脸，这种事情让我做都不会做的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是有老公的人，咱俩不可能。但是你老公是个臭男人啊，不如抓紧时间离婚吧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但是你老公他对你不忠啊！你要他做事，他根本不配做你的男人。你跟他离婚，和我在一起，不是更好吗？那我跟那薄情之人有什么区别？其实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就是臭毛病，死性难改。不提他了，烦死了。哎呀，你不可以不提啊！你怎么能逃避问题呢？你想想，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你的处境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听龙王说，唐僧已经禀奏观音，要把你带去天庭谢罪了，而且要等待你感化之后才去西天。那个香蕉啊，这个死苍蝇又不老实，脑袋在费什么劲呢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这怎么知道？这龙女一喝多了就刹不住嘴了，都是听她说的。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。本来有件事情我是不该告诉你的，但是如果不告诉你，我对不起你对我的关怀呀。那你就说吧。我真的是来骗你的。你骗我什么？当然是骗感情了，难道骗的铁扇吗？谁派你来的？这个出于职业道德问题呢，我不太方便透露对方的名字。但是呢，我来呢就是为了博取你的好感，毕竟我情天大圣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嘛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告诉我？你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装的不知道呢，小姑娘？你，算了，骗不下去了，这个交易我也不做了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你真的不明白吗？你是真的纯情，还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啊？我爱上你了。我骗不下去了，我对你动真感情，我对你动真
真心了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不，你不要乱说。我是有老公的人呢。是啊，但是你老公根本配不上你啊，他不过是个满身牛屎的臭牛嘛。毕竟一入夫妻百日。我不要你讲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控制好自己，我不应该这样的。我尊重你的意思，你还顾及你的身份，在你自由之前，我是不会做任何事情的。而在此，你是安全的。自由？离婚有没有吓到你？但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已经浮现成千上万次了，这不是我脱口而出的，而是在我反复琢磨、深思熟虑之后说出最正确的话：离婚吧。我等你。嘘，不要这么着急回答我，答应我，你要想清楚。我希望我能听到最想听到的答案，好吗？夫人，老爷来了。怎么？他怎么来了？谁是老爷？你赶紧回去，我改日再联系你。你先回去，改日联系啊！走，赶紧走。你怎么来了？夫人，我想你，跟我回家吧，这是送你的小花。少来这套，这么一大坨，还卖什么萌啊？哎，夫人呐。咦，原来这老牛是肉麻路线的。夫人呐，夫人，我真的知错了。夫人，是我鬼迷心窍。那些庸脂俗粉怎么能跟你国色天香的美相提并论呢？夫人呐，我们回祁连山好不好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真的好孤单。最近我身上的牛虱又多了好多，没有你的铁扇帮我扇走，我真的睡不着觉啊。原来是惦记我的铁扇呢。我惦记的是你啊，夫人，你最好了。我们回去好不好？拿我的首饰去讨好你那些小情人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那些都是旧款式，夫人你需要最新的，买新的，喜欢什么买什么。这种话你也敢说？喂，你不是心疼钱吗？旧款式他们也不配。啊，不配，当然不配。夫人，你最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夫人，求你了。那你先回去，把那些小妖精给我打发干净。别让我看到什么鳞片、羽毛之类的坏东西。羽毛、鳞片。哦，你个香蕉，原来是这样！臭三八，敢耍我！哎，好。总之，我现在就回去清扫府上，然后派人请夫人回家。夫人，你的花。别装了，干什么？喂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到底哪里装的不像？你哪里都不像！我告诉你，牛魔不可能来娶我，他巴不得离婚呢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坏我好事啊！你怎么知道他要离婚？啊！你想插我别人的婚姻是不是？霞姐，你就会插眼，是不是啊？告诉你啊，小丫头，你太天真了。我这次是奉旨来勾引大嫂的，帮我牛哥哥把这段破婚给离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要给我多管闲事啊！哎呀！哦，还会插鼻孔呢！先是欺骗我徒弟的感情，现在又要拆散别人的家庭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！哎，这个屁啊！我告诉你，再给我多管闲事，别想见到孙悟空！你。乖了，我到底哪里装的不像？我问你啊，
刚才你身上有虱子的时候，痒痒你干嘛呢？挠啊！对呀，傻姐姐，你知不知道牛尾巴是用来干嘛的呢？我警告你啊，我们之间是有协议在身的，你不要给我多管闲事。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啊，否则你一辈子别想见到孙悟空了。孙悟空，你别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哎，你看到了，他们俩联合起来骗你。我怎么知道是他们骗我，还是你在耍我？我，紫霞，哎呀，是他呀，骗了我徒弟的感情，而且我跟他还有一笔账没算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不要跟我联手啊？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去祭台上看看呀。好，我倒是要问问那臭猴子，对我说的话，几分是真，几分是假？啊，公主，那我先走一步，公主快点来啊！什么人，竟然敢闯我公主府？打扰公主并无他意，只是想求一个方法。方法？什么方法？一个能让心分离出两种情感的方法。我凭什么告诉你？公主也许对我不太了解，我这人吧什么都好，就脾气不太好。不拔剑，也想吓唬我吗？我说宝宝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就不要自讨苦吃了。为什么你也有这串铃铛？奇怪了，你这身打扮怎么跟另外一个人很像呢？哎，巧合而已嘛。不过实不相瞒，我寻求这个方法也是为了惩治负心人。你看嘛，公举，女人好可为难女人。你也被人骗了？我被骗得太深了，到现在我都分不清自己是谁了。都是因为那个负心人。根本就没有这种方法。什么？我是为了让那头臭牛安心，才故意这么说的，让他觉得我既有自己的空间，也有一部分心在他身上。婚姻啊，到我们这种地步，无聊透了。可是，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，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吗？所以啊，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相爱的人。相爱的人，现在说这些，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现在再要找一个相爱的人，应该很难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所以，那个方法根本就不存在，是吗？没错，鬼扯，婚姻中的一个小伎俩而已。如果真有这种方法的话，那必然半颗心是假的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死？对，共存，还不如牺牲掉另外一半。或许死真的是唯一的方法。你不会要自杀吧？自杀？没错，就是自杀。老娘终于找到方法了！为什么一个要自杀的人